恁着试看，就知耶和华是好。我靠伊的人有福气。耶和华神的圣百姓啊，恁着敬畏伊，因为敬畏伊的人无欠缺一项。这是请咱去来念圣诗68首，万美光明极美丽，请咱去做伙来念。谢谢。这是咱三甲来献上感恩的祈祷，感谢天父的恩典，在万民的当中拣选有罪个卑微的阮，来做你国度的儿女。在炎热的天气，来到遮尔舒适的圣殿敬拜阿罗你，是阮生命中最大的福气。亲爱天父，当阮的生命中有拄着挫折、甲无瓦靠的时阵，你是阮患难中及时的帮衬。而当阮过去受最困迫的时，你也无一一来孝顺阮所得到你的罪。阮也感谢你借着耶稣基督宝血救赎，互今日来到你面前认罪、诚心悔改的人，最要得到赦免，恢复甲天父合一的关系。当阮忧心丧志，你赏赐安慰的灵，陪伴阮行过生命中的幽谷；赏赐医治的灵，互身体欠满的来得到医治。遗体无方便来圣殿敬拜的长者，求你赐因喜乐的灵，互因虽然伫平常的当中，犹原时刻感受你同在的平安。愿阮一生的日子，拢得到天父
丰盛稳定的管压。亲爱兄弟，阮即时也要迫切恳求你丰盛稳定管压伫阮所徛起安心立命的国家台湾。当百姓数十年来不断的牺牲奋斗，好不容易才争取来的民主、自由、人权的生活方式，如今面临另外一个专制的独裁的国家，主张无新论、无宗教自由的国家，透过收买媒体甲网络的操控、军事威胁，做出要将台湾亲像要甲伊拆食落腹的统战的攻击。这是阮所徛起的台湾民主、自由、人权的成果，遭受了空前的冲击。恳求天父赏赐美好的旨意，伫台湾这个土地顶头，互专制独裁的国家离台湾愈来愈远，赐福执政者甲台湾人民有够野的智慧，放下总统初选期间的激情，伫明年的1月10日，守护台湾的总统大选，做出符合上帝心意的选择。因为当上帝的公义临在，普世的价值得到确保，来教会敬拜上帝的自由，才袂受到束缚。愿上帝恩典世世代代眷顾台湾。因为上帝，阮也要感谢你，因为对着你的恩典，伫西元1885年的7月12日，有来自英国的宣教师巴克勒牧师伫台南创刊发行台湾的第一份报纸《台湾府城教会报》，就是现在的教会公报。本日是文字传道奉献主日，感谢公报社社长彭兰亭牧师受切恳来到阮中间，宣讲上帝的话，互大家连结伫基督内底，共同享受昨天活命的美牛。同时，阮也要为着公报社逐项的事工来大道奉献。愿阮所做的，拢一切归荣光归上帝。阮的祈祷无完全，只是阮要做伙用主祷文三甲来祈祷。阮天的父，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在，你的旨意执行，伫地如伫天。阮的时平安互阮，赦免阮的过误，并且阮会赦免错阮的人，无你互阮入去。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因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这是咱要做伙来启应上帝话，伫启应文37篇，信息后壁第56页。无得该拨入恁的性命要食什么，要啉什么？恁的性命减无较大伫美牛吗？试看天中的飞鸟，无恁的天父也在饲因。恁什么人会用挂入互性命较长一刻久？
四周山里的百合花怎样大丛？若是我甲恁讲，当所罗门极行我的时，今仔日打山林的草，今仔日伫地，明仔日迄伫火炉，上帝互伊穿到安尼。所以无得挂如讲，阮要食什物，要啉什物，要穿什物。独独大声求伊的国甲伊的义，所以无得为着明仔日挂如。一日的艰苦，伫一日教业。这是请咱去做伙来念圣诗183首，圣经亲像物件，请恁做伙来念。请坐。这时，咱要请监事班来赞美俄勒伊的大尊名。哈
感谢甘诗班用遮尔水的诗歌来学了上帝，敬光归天父上帝。这是咱要来强读上帝的话，记载伫圣经。约翰福音6章36到40节，现代中文译本155页，台语汉语本111页。我要用台语汉语本来读，咱会当来用中文译本，也是PowerPoint顶头的来对照。30节，因甲伊讲：你惊什么新热？互阮看来信你啊！你惊什么啊？阮的主伫旷野食吗哪，照所记载，用对天来的饼互因食。耶稣甲因讲：我实实甲恁讲，毋是摩西用对天来的饼互恁，就是我的爸用对天来的真饼互恁。因为上帝的饼就是迄个对天落来，也用活命享受世间的。因就对伊讲：主啊，常常用即号饼互阮。耶稣甲因讲：我就是活命的饼，就近我的人决断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若是我捌甲恁讲，恁已经看见我，也犹原毋信。既若爸所予我的，要拢就近我，就近我的人，我决断无去杀伊，因为我对天降落，毋是惊家己的旨意，就是惊找我的旨意。当找我的旨意，就是既若伊所予我的，我无失落一个，是伫末日互伊告我。因为我的爸的旨意，就是既若看见囝来信伊的人，拢有永活，也我伫末日互伊告我。愿上帝祝福听耶话去行的人。今仔日的信息，生命的美娘是由公报社的社长彭兰亭牧师来宣讲。弟兄姊妹平安，因为主的听伫咱中间，所以通互我好胆徛伫即个所在，代表着台湾教会公报社来到咱双连教会，甲咱兄弟姊妹做伙来敬拜咱的主，咱做伙来感谢俄乐，也互我有即个机会，搁一遍代表台湾教会公报社向咱大家感谢咱过去恁的支持，恁的代祷，也为着阮来奉献。伫咱还未开始这段信息进前，请咱搁一遍，咱做伙来祈祷。主，你的听伫阮中间，所以通互阮彼此相听。恳求你互阮学习来成做是你的学生，尽忠伫逐项事工。这个时阵也恳求互阮搁一遍，牵调伫圣神内面，因为圣神的感动，我要透过着信仰前辈。因的血，因的肝，正做目接所记落来，才会记述帮助阮来了解到圣经顶面字字句句的真理，也用这个正做是阮生命中要紧的准则。献上阮的感谢，阮的恳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台湾伫1950年代。就是拄仔伫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无偌久，迄个时阵呢，咱经历着讲4万换1箍迄款的一个艰苦，所以台湾会当讲是经济非常歹。总是呢，自1950年代一直到伫1965年，这10几年的中间，有一个美国的援助，这个美国援助是咱咧讲这个美元，这个美元呢，
好亲像一个救命仙丹共款，帮助咱伫迄款的一个时代呢，经济会当做稳定。特别呢是迄中间呢，即个美国的一个援助，即个物资呢，会当透过着被信任的一个教会来发放予整个台湾的社会。所以伫即个时代，咱会当常常听人咧讲要去耶稣庙领米粉。即个耶稣庙领米粉一直领到什么时阵呢？一直领到1965年。咱嘛会当讲，其实即个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伫即个培家运动中间，咱袂使否认着即个美元对咱换教会有一个真大一个帮助。总是呢，到伫1965年无搁再有美元的时阵，咱定再来检查着伫教会内面的兄弟姊妹所呈现出来的即个信仰的面貌咧，互咱当正做嘛是一款信仰的一个反省。第一个部分有看见侪人因伫遐领受得到真大一个感动，因感动着讲哇，教会哪会遐尼好，互我来遮白白来，白白领受甚至有侪人咧讲使我食，使我穿，使我欠钱免用，有够好。但是呢，我毋是干那要搁做迄款接受者，我若要做一个分享者，做一个帮助者，伊的性命甲主做一款的结连。第二个部分，咱嘛看到有侪的信徒兄弟姊妹伊的信仰较无彩，迄款的赞助是干那一元听伫一款讲有烧香就有保庇，毋茫讲求就得到，尼无毋对，总是呢真无彩。因为呢，咱知影讲主耶稣基督是咱不管是得时不得时完全的一个交托。第三种嘛，看见侪人讲哇，他即马耶稣庙无咧分米粉啊，这无通抽啊，无好康的所以就来离开教会，无搁再伫教会内面咧出入。这种呢嘛，真做是咱一个真大，咱对咱个人信仰一个反省。那今仔日咱嘛要透过着这个四命美牛这个主题，咱来反省咱家己信仰的一个形态，嘛更加咱关心文字事工，因为文字事工就是要帮助咱会当参主耶稣基督一个连结，明白四命中真正美牛的一个意义。那今仔日咱看这段圣经节，伊头前有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了的时阵，才是耶稣基督参这的群众的一个对话。这个故事是啥？这个故事是咱伫约翰福音书第6章一开始所看迄个一个真大的一个神迹。这个神迹是讲耶稣基督用5块饼、2尾鱼，5000个人食饱的一个故事。咱来看这段圣经节呢，伊的记载时阵，耶稣基督有先对学生的一个挑战。伊咧问伊的学生讲腓力但你看这遮侪人当要用什么款的方式，通互因得到饱，要去倒去买饼呢？耶稣基督伊真清楚，伊家己本来就一个暗算，总是呢，伊会常常透过着参咱的对话、参学生的对话，来看出着讲这个信心到底到偌济。咱来看讲腓力安那来应伊的先生问回答伊的老师，伊安尼看讲老师先生我咧甲看见遮个人就算讲200个囡仔去买饼来互因食怎会当食小可尔？这个腓力伊的确是一个理性的计算者，伊算甲真准。咱来甲算看卖咧伊咧讲200个囡仔，这个200个囡仔，每一个囡仔的价值偌济呢？每一个囡仔就是价值着是讲一个工人，其实是讲当迄个时阵的一个罗马的兵丁，因一工所会当得到的一个收入所得，安尼是一个囡仔。200个囡仔代表是200个人的一个所得。用咱现代台湾上基本的这个劳动基准法来甲伊计算的时阵，每一个员工咱袂使去共开台的时阵，上起码爱150块1点钟。一工伊若做8点钟，然后佮算200个人的时阵，安尼甲算拄24万。24万要互5000个人食饱，拄会当去麦当劳、得来速讲，买一个汉堡48块，囡仔参即个富人人，敢若听伫遐食薯条尔。所以腓力讲安尼200个囡仔食小可
拄搁若无够，伊计算了好亲像真准确。但是呢，互咱想起到一个问题，咱常常拢用即个物质的层面去找答案，看起来好亲像真有道理，嘛是显明讲伊欠缺一款的一个信心。人伫咱的心中的一个观念，拢常常伫遐呢斤斤淡淡计较有限的代志，所以互咱看见着讲，伫哥林多后书第5章第7节，嘛来对咱一个提醒，讲因为阮得行是对神，毋是对所看。即段圣经在内面伊嘛阁有一个学生，就是西门彼得伊的兄弟安德烈，伊咧甲伊讲晓一个囡仔。伊5块饼2尾鱼，即个5块饼2尾面，即个5块饼绝对毋是去国宾买迄种全麦吐司遐尼好食，迄是一种真粗俗的一个饼。然后2尾鱼咧，是好亲像咱想象，讲你若去7-11去买一罐鱼罐头，即个5块饼2尾鱼是一个老母，伊为着伊的囡仔呢，要满足要佚佗备办的一个点心。总是咱看故事的结局是耶稣基督，伊的信者是往往超过每一个人的一个想象。耶稣基督的信者是互每一个人拢用了有够用了食饱，搁得到有剩。咱的性命敢毋是安尼？常常咱家己伫遐理性一个计算的时阵较输天来一笔，对咱是互咱享受有够额，超过咱所想象的。约翰福音书的作者，伊真巧妙一个安排，讲即阵人得到食饱了的时阵，袂歹哦，搁来找耶稣基督，互咱看见伫这11节中间是耶稣基督参这群众的一个对话。咱就来看，讲即个对话内面有几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呢，是因挑战着耶稣是毋是继续会当行神迹。耶稣基督真坦白甲因讲，真直接甲因讲，阮知你要找我的原因是干那停留伫款肉体一个需要，较毋是要看见着上帝伫我身躯会当施行奇妙一个作为。所以伫遮咱来想，神者是啥物意思？神者的确会当互人食饱，总是神者毋是简单伫肉体上的需要，神者是一个上帝奇妙的作为，安尼叫做是神者。接着，咱会当看见到主耶稣基督对因的一个对话内面咧甲因讲，咱会当想一个问题：对一个枵，对一个无法度得到饱足的人，食饱对伊来讲，敢有啥物毋对？绝对无毋对。食饱嘛是主耶稣基督要互每一个人会当享受的。但是呢，佮进一步。约翰福音书的作者是咧甲咱讲咱爱清楚，所以咱生命的源头是对上帝所赏赐的活命，毋是干那停留迄款的一个得到饱足的一个物质尔。所以互咱看见到主耶稣基督伫遐咧对因讲，恁爱知影，恁的主伫旷野的时阵得到饱，是因为对天而来的一个赏赐。咱爱知影有较要紧的一个。重要是咱一个生命力的一个表现出来。接着到第35节、36节，嘛咱互咱看见到，讲主耶稣基督咧甲咱讲，伊明白表示讲，我就是迄款活命的饼，来就近我的人决断袂夭，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即个呢，上头尾佮讲一句，讲但是恁看互恁看，恁嘛毋信。常常咱听人咧讲一句话，讲即个假困的人叫袂醒啦。若要假戆互你看见，互你听见，互你闻着，互你感受着，你嘛共款当作好亲像这代志甲我无关系。所以咱来想着讲，是安台湾发生真侪即个公共安全的问题的时阵，特别咱看讲伫最近伫即个火车顶面发生的一个事件，如果讲咱定定拢当作讲无即个代志。咱就知影讲有侪人伊伫遐来牺牲，但是呢，嘛侪人掠做讲，即个代志甲我无关系。咱继续来看这段圣经节，一个结论呢，是要互咱会当了解，主耶稣基督其实伫遮是咧表明着讲，生命的美娘是啥？其实生命的美娘
互咱看见到这段圣经节，伊一个上简单的一个结论，是咧甲咱讲即款生命的米粮、活命的饼，就是咱爱参主连结，甲主连结，咱的生命爱常常甲主连结，真做就是即款永远得到饱的一个保证。但最近伫台湾教会公报社我嘛一直咧想一个问题，讲要安怎除了这个免费的刊物，除了这个所出版的册以外，要透过什么款的方式，互文字甲咱的生活会当做一个结合？我伫遮做一个广告互大家看一个产品。这是伫阮目前有出一个叫做经文饼干，叫做吃比受更有福啦吼。这个经文饼干真歹势，常常拢秒杀这个经文饼干呢，是讲咱咧食饼的时阵咧，试看迄个煮会好的滋味的时阵，面顶拢有写字，有写经文。这个经文呢，嘛会当正种讲是要透过咱传扬福音上好一个帮赞。面顶我就写讲施比受更有福，写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嘛写讲爱是永不止息。这就是咧讲要安怎会当互咱常常伫咱的生命、咱的生活内面，逐所在不管是什么时阵，拢要感受到咱甲主是三角连结的。而且煞只要甲大家来做一个报告，做一个介绍，讲因为今年呢拄好是台湾教会公报社的创设者巴克利牧师伊170岁生日的一个纪念。这个170岁生日的纪念的时阵，我嘛特别想到讲巴克利牧师伊来到台湾有60年久的时间。这60年久的时间，看见到巴克利牧师，伊是日日拢咧参主连结。我嘛要透过着巴克利牧师，伊有几个典范，要成做今仔日，嘛，互咱大家做伙，咱来思考，咱来反省，咱来想讲要安怎会当甲主做一个连结。首先呢，要互大家做伙来看是讲，巴克利牧师伊伫16岁时阵，伊就来写伊的献身文啦。16岁一个囡仔，巴克利牧师伊15岁就到这个格拉斯哥这个大学咧读册，伊26岁来到台湾进前，伊伫迄个时阵已经是英国百科全书顶面所被记载，是一个电器专家、电器的一个专家。如果伊若26岁无来到台湾，伊的地位呢，相当是咱即马咧讲这个中央研究院的院士迄级的。感谢主！上帝要看见台湾人，上帝将一个上有知识、上有读册、有学问的一个人，该派到一个被人称作是毋捌字无卫生的台湾。但是呢，巴克利牧师伊16岁写这个献身文的时阵，伊特别中间有写起着啥？伊写起着讲：我决意要来放弃以往主宰我的一切。将家己奉献伫你的面头前。巴克利牧师伊真有学问，但是伊知影，这个物件拢爱放下，爱放下，走我倒来军队耶稣基督。所以伊写讲，决意放弃以往主宰我的一切，将家己奉献伫你的面头前。所以今仔日第一个部分，互咱看见，甲主结连是啥？甲主结连是咱来放弃咱家己掠做真骄傲。互咱真有安全感，才会咧爱先大先该放杀将家己奉献伫主的面头前。这个做一个广告了吼。这目前教会公报社，阮有做真侪这个试进步。这个试进步毋是干那咧切目镜的吼，是当互咱切这个3C 产品手机啦是平板、电脑拢会当切。阮将这个巴克利牧师伊可能来台湾60年可能我真厌世莫想讲一个博士一个牧师就逐工拢安尼真快乐吟诗唱歌，一定有互伊我真艰苦什么代志，所以阮伫遐就用伊安尼真亚瑟迄款的一个图样来讲起着讲伊可能嘛有真需要特别需要讲迄主的一个困难，用这嘛是互咱咧使用这个目镜布的时阵，想起着讲这个遮尔有典范的一个人。第二个部分。想要甲大家做一个分享，就讲，什么是甲主连结？甲主连结
是讲减载咱受到迫害，犹原是哪树风哪甘甜。1885年7月12日，台湾第一份报纸开始发行。总是呢，巴克的牧师无因为安尼，就来停止伊的脚步。1885年7月12日报纸发行，伫1885年7月19，一礼拜了的时阵，伊到伫屏东利伦德产迄个所在，伫遐咧看会友，咧巡会友。嘛，听见着讲因伫遐受到迫害，所以伊甲因做伙，而且咧，当当地群众要来对遐用武力来欺负、来压迫遐信徒的时阵，巴克的牧师勇敢徛伫因头前，甚至呢伫遐记载人甲伊破屎。伫巴克的牧师伊的日记顶面就写着讲实在足见笑，迄款我咧即马想起来拢感觉真歹势的代志。但是呢，根据侪人的一个描写，讲巴克的牧师伫迄个时阵，虽然互破屎，迄款英国绅士徛伫遐，咧讲咧真幽默一个话语，咧对遐当地人甲因讲真无彩，这个肥这个屎恁啊会当做肥安尼你若种稻的时阵会当互这稻种了较好。恁安尼家客咧落咧我的头顶实在真无彩。伫遐咧甲因破屎的人听了的时阵，嘛感觉咧，煞歹势啊！所以互咱看见，讲甲自然界是啥？甲自然界是希望咱的生活中常常受到人一个迫害，犹原会当伫遐哪服侍哪甘甜，真做是种甲主的一个连结。最后第三个部分。我嘛想要甲大家做一个分享，讲甲主的连结，特别亲像罗马书第14章第17节咧讲因为上帝国不在啉食，是义甲平安，甲伫圣神的欢喜。这个是伫台湾教育公报社台南门市，咱若一入去的时阵，会当看晓一个章这个章阮就伫遐写因为这个章是100多年前迄个时阵来起公报社迄个章讲厝是用砖所起造，总是呢，人的性命是起造伫上帝话语中间，是起造伫圣经每一句话顶面。所以，互咱看见，讲当咱甲主连结，咱的价值观会改变。这个价值观的改变我要举一个例就是讲伫台湾教会公报顶面所捌有的一个技术，互咱看见着讲。什么是一款甲主连结应该有一个价值观？1912年4月14，全世界上大只的船叫做铁达尼号伊沉船。这沉船了，伫教会公报是1912年6月时阵有甲伊记载出来这是当时这个报纸伊的标题叫做“攻破大船”。伊顶面是安尼写，伊写讲西历4月14日，伫大西洋，我美国迄搭有天下万国第一大只船，卡到迄号冰山。迄只船，迄只是英国船，号做塔丹尼，45000吨大。45000吨偌大？对家人驶甲新河遐的船是干大6000多吨。安尼，迄个铁达尼啦比因是差不多7倍较大。迄碟大概有2200人伫船内，船却无连边沉落去，游原浮水面差不多4点钟久。因随时讲无线电叫别只船来救。另外几若只接到因的电报，就赶紧驶去因遐，可惜赴袂着，到位就干大看几若只救命船救活800人。其余1400人死去，这有成咧电影咧做的无？甲电影做拢共款大船已经沉落去，伫船里有金条达1亿，船的价钱是差不多1500万所以有足侪人去打捞铁达尼号，毋是无原因的啦迄只船是新的，迄碟算是因头蛇过海，船只前拢毋捌拄着遐尼大的灾厄。
有一项实在互咱通感谢上帝，拄着遮尔大的灾祸，犹原感谢上帝，就是因大家虽然拄着遐尼危险的事，犹旧有照道理来行，就是伫世国基督的道理久久流通，所以伫船里遐个人毋是简单只以家己得到救，反倒甘愿烧娘，互富人甲囡仔先落船，也得到救。后来若有位就查甫的才入船，安尼得到救的人，较济是富人甲囡仔。这实在是显明遐个人一代过一代有得到基督的教示，也毋是规伫空空。这段互咱看见，什么是一个价值观？我相信咱对足侪这个铁达尼号的一个技术中间，拢有知影讲，迄个时阵有一位牧师，伊伫遐大声咧喊讲吼，咱遮已经洗咧，咱已经得到救，得到永远活性命，兄弟姊妹，请咱将这个救命船亮出来，因为有一日，咱伫天里会搁再相见，咱将遐救命船咧。爱大声让互遐个还未洗礼的人，因为因爱留因的活命，因才有机会甲咱共款，有一日因会洗礼，得到永远活的生命。因为咱已经得到救，所以伫遐无伫遐咧相争。这敢是真水的一个价值观，互咱看见一个真水的信仰，为着别人牺牲，为着别人牺牲，是咱甲主结连。所以呢，最后我想要甲大家来分享一项代志，就是咱最近若见面的时阵，拢定定会流行一句话讲吼，你最近有发大财无？不过呢，我对南部我对台南来，台南最近甲高雄同款，逐所在拢爱除药啊，因为真注意讲即个天狗日啦、登革热啦。所以呢，伫网络顶面就咧流行一句话，在网络顶面安尼流行，伊讲市长出去，登革热进来，蚊子发大财。咱甲主结连，咱要谈的是啥物？发大财毋是无好，总是这对天自然的赏赐。发大财要紧的是讲，若是会当甲主结连。有更较好的福音讲团，这才是一款发大财的一个意义。今仔日伫咱手中，咱看见到阮有带来一个请安函。这个请安函中间有写起着目前台湾教会公报社所咧做，才会做免费的刊物，才会需要超过4300万的费用。总是咱会当用这个 QR code 的方式你咧甲扫落去，就当看到真侪影片，嘛当看到这个事工的一个报告，互咱更加清楚了解。当然，这嘛有一个用信用卡奉献的一个方式。今仔日我来到双连教会，爱真感谢咱双连教会对公报社的支持。不管是讲恁对阮的代祷，对这个事工。甚至伫金钱顶面对阮的一个奉献关心，这拢爱真感谢。总是呢，上尾我嘛要甲大家小塞奶一下来甲双连教会爱甲大家塞奶，是安那咧？因为感谢恁，将恁上优秀的主任牧师蔡正条牧师来互公报社，真做是公报社的董事长。所以在公报社若经营了无好的时阵双连教会若无负责一半责任嘛爱负责1/3啦总是咱是做伙，咱因为主会听伫咱中间，所以互咱做伙伫即个服侍顶面，咱三甲努力。伫咱祈祷了后，我有一段影片，差不多5分钟的时间。透过这5分钟的时间，互咱更加来了解目前教会公报社所所努力的，请咱做伙来祈祷。是阮听谈的主。献上阮的感谢，因为阮知你已经将这个上大的赏赐，就是互阮会当参主耶稣基督结连3祭祷、3同工、
也透过这个参上主搁一遍三和好，这拢赏赐互阮啊！主，阮为着这个献上阮的感谢。主，恳求你，互阮更加来体会到，阮人的性命要紧的是啥物？阮人的性命要图谋的是啥物？愿你互阮透过着圣经顶面的话语，帮助阮将这个行出来。也恳求你继续引带带领，一个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所是指标的双联教会，伫这个地区是金的灯台，是光是盐，日日发展，一尽亨通。为着上帝国的兴起，跑走无善无恶，有你的圣神感动，甲因三甲伫地。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2019年，也就是台湾教会广播社创设135年。这135年来，我相信每一位伫台湾教会广播社咧服侍的同工，拢同款的心志，这个心志拢无变，就是真愿望透过着文字，安怎互人去体会、感受着讲上帝甲因三甲伫地。总是无同款的时代，阮爱用无同款的方式。爱与时俱进。伫台南真不起眼的一个巷仔内面，有一对少年的翁仔某，因逐工所要做的工作，就是将伊的爸爸、将伊的阿公所传落来，真用心、真用实在的一个方式，伫遐咧做饼来。甲大家分享这个饼店伊就叫做联德堂。其实联德堂的一个饼伊真简单，但是呢，伊背后充满的精神是啥物呢？伊背后充满的精神，就是亲像圣经顶面所咧甲咱教示的一个重点，讲咱爱伫小可代志顶面爱尽忠，在小事情上面尽忠。所以台湾教会广播社就是愿望连得动的即款的一个精神，会当互每一个人做伙伫咱的生活中表现出来。伫咱台湾，将近这10年内底关掉约1000间的实体书店。咱真愿望每一个人会当提升伊一个读册风气，总是呢，咱真欠缺来替因做遮好的一个安排。所以伫2017年的时阵，台湾教会广播社有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就对台南的册店开始，真愿望搁再来会当伫逐所在，阮拢有即种的一个心志。即款的心志就是愿望讲，咱来将册店来甲伊改装，改装做是一个人伊会当伫遮来享受一款读册的一个对伊的生命所带来一个感动。所以咱来定在将这个册店做一个翻新，伫地下室就是愿望讲会当互人伫遐安静，你会当坐伫迄个所在祈祷，你嘛会当参与着阮共同的礼拜甚至有真侪时阵，阮拢会安排无共款的一个展览透过着这个地下室来做展览展出，会当看到讲阮将台湾第一台印刷机的一个复刻版。所谓的复刻版，就是将台湾第一台印刷机互伊当使用，会当搁再来利用参才会想要来了解这个印刷的历史的人，会当有一个互动所以这就是阮一个微型博物馆的一个概念伫迄个所在会当学习白话字，嘛会当看到真简单的台湾教会广播社的一个历史。
伫咱二楼的时阵，咱就当看到讲，伫遐我就安排互爸爸妈妈带囡仔来做伙看册一个亲子阅读区。然后呢，阮嘛有一个影音区，伫迄内面你会当看无共款的一个影片，后伫遐听音乐。然后阮有一块真大块一个十字架桌啊，这个十字架桌啊，伊意义就是希望讲每一个人，其实咱看册毋是要成就个人，咱看册是要学习主耶稣基督为着人服侍的一个精神。另外呢，伫咧看册的中间，阮有安排，阮有准备即个公平贸易的咖啡公平贸易的咖啡。咱知即个世代，咱需要搁较侪的理念，会当伫咱生活中来实践。另外呢，就是讲关心受造界，所以当你咧伫二楼咧看册时阵，你会当伫遐来享受一杯即个公平贸易的咖啡。真感谢各位兄弟姊妹对于台湾教会公报社的关心。虽然台湾教会公报社也是年年难过，年年过，总是阮真清楚知影一个道理，也就是咱伫圣经顶面会当看到的，搁咱在万项事三角内，互听上帝人得到利益。所以当兄弟姊妹恁对阮关心，对阮支持，也为阮奉献的时阵，我嘛犹原无袂记得爱将这的奉献，甲有需要的兄弟姊妹三角来分享。相信就是这份恁的支持的一个气力，所以互阮知影，坚持伫这个文字时间顶面的侍奉，就是会当将上帝的话来传扬上好的一个方式。所以请大家继续会当为着阮的事工，请恁继续为阮支持，为阮来关心、代祷，也伫金钱顶面，毋通互阮有所欠缺。多谢大家。愿上帝祝福公报社所做的一切事工一尽亨通。这是请咱起立来念圣诗297首。至大上帝愿你带我。请坐。伫
奉的大圣，代表教会欢迎头一届来乡邻教会做礼拜的兄弟，你在卡面无填农业卡，你这位头前有农业卡，你会使来填写了后，交予奉献的即时，毋通独立奉献地啊，但互阮来甲你欢迎。即是请咱继续用奉献来做礼拜。因为上帝，你是万福的本源，你赏赐阮所有的才能、时间、甲金钱，这是阮奉献，只会要做你心间导演，求你感纳。阮的祈祷拢是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谢谢。这是我来报告几项。邮报第4页本即个是总会所定的文字传导奉献主任咱有广播社的社长彭兰婷牧师来甲咱教会请安甲报告。
第二点，伫迄个儿童主要教室有小可有以后会变动去伫109号遐吼，请咱有细囝的家长吼留心来注意吼，伫第三场礼拜后的时阵吼，12点以前吼，去伫109号来接你的细囝。具体关怀的部分，本地会友蔡庆和兄弟伫7月初2安息抒怀，伫7月20本周拜六下晡1点伫台北市第2殡仪馆景永2楼至善一厅举行个别礼拜，请兄弟关心代祷，愿上帝安慰遗族。第5页有祈祷迄个祈祷会的消息，请咱注意来看迄个中保代祷时间，内容请咱家己了解来看吼。团结聚会，请咱家己来看吼。书记有一寡宴会，遮个家长会当关心遮个囡仔要出外的代志吼并为即个代志来大家来代祷这时咱要请梁牧师来欢迎来宾。大家平安。搁一摆做一寡补充的报告，然后咱要来欢迎今仔日第一摆到咱的中间的兄弟甲新朋友吼。咱已经有109号吼，所以咱的儿童主日学已经到遐，所以拜托大家家长爱去遐接囡仔。也求主继续使用咱新的点伫社区内底，互咱搁较侪的可能性。来，互咱的厝边头尾知影双连教会也欢喜出入伫教会，感觉即个所在真正好，就爱来咧。安尼才是咱会当用即个所在上好的方式吼。第二就是咱真正爱为着广播社整个文字的时间来祈祷，因为当时有一寡所在咱无法度去，但是文字会去到遐。咱嘛，因有秒杀的迄个福音饼吼，咱嘛有秒杀甲因合作的即本海外建造家吼，咱一个月700-800本发了，我即马无册啊。但是咱有寄卖伫公报社，还阁有500本哦。所以你若感觉家己看了袂歹，自用送人两相宜的时候吼，咱嘛会当买来送互咱的引出来新朋友甲无导友，嘛对公报社有淡薄的支持伫真困难的文字时间内底，若你若有去台南要去打卡吼，互因一块鼓励甲支持伫文字的时间内底。好，这是特别的报告。然后咱要来欢迎今仔日第一摆到咱的中间的这个贵宾甲新朋友吼，第一位是 Nicholas Welch 跟他的 fiancée Kimmy。好，因是这个。James Welch 的后生甲fiancée 吼，伊的未婚妻今仔日伫咱中间来服侍，咱感谢伊，也欢迎伊伫咱的中间。好，第二位是一个家庭吼，周茂雄甲苏树慧，甲因的2个女儿周文秀、周梦倩，这是吴长乐因夫妻的朋友吼，咱欢迎伊伫咱的中间，然后他们的小朋友今天有去109号儿童礼拜，所以一家伙仔大大细细拢伫咱的中间。希望对当了，毋是敢若是人客，会当变做咱家庭大家庭、上帝大家庭的一份子吼，咱欢迎因。搁来吕雅文，这是陈静怡、杨双如的朋友，请问你坐伫对，站起来，互阮来欢迎你，好无？伫11楼后壁的所在，咱拍婆仔来欢迎伊啊！隔壁兄弟甲握手来欢迎伊。好，请坐。搁来一位、2位，林佑道、庄雅婷，因是朋友，请站起来，让我们欢迎你们。这是高雄前金教会的兄弟吼。高雄的兄弟对高雄来，咱欢迎伊。
好，抑阁有其他第一摆到上联教会新朋友，也是兄弟也无，请恁徛徛，互阮来欢迎恁。若无，咱做伙来做牧养的代祷。特别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是话语的主，你是文字的主，你用生命的话语来创造世界，看伊是好。主，阮伫遮特别为着广播社甲整个咱基督长老教会，甚至台湾所有基督徒的文艺事工来献上祈祷。主，你用好佮水的文字去到人罕得行的所在，诚做人的感动，诚做人的帮助，互搁较侪人会当听到福音的好处，生命得到改变。主，因若有需要，你就甲因帮助。主，为着过来台湾整个总统选举的过程献上祈祷。主，你互即个选举诚做你家己竞选你的萝卜来服侍台湾的过程，互歹的言语甲歹的心味用你的圣神来禁止，互阮伫选举甲民主的学习的中间，无致到伤害分裂，反正会当学习听甲合一。主，为着真侪需要的兄弟来献上祈祷。主，发现真侪基督徒入到教会，阮看见有的人工作有需要，有的人身体欠安，有的人心内无平安。主，你是大的医生，你也是阮的保护者，你就来帮助这个兄弟甲因的亲人，互因既然有需要，主你就帮助保护，互阮所求讨的，伫你的帮助内底，拢得到听见。照你的心意来行，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这是咱做伙去台言祝福的诗歌，正是513首，愿主赐福保护你，请咱起做伙来吟。同心来领受。但即是我奉主耶稣基督名，通好当安尼讲，但恁通平平安安出去，我将恁交伫疼人主耶稣基督的怀抱。愿主的恩典，创造天地万物，上主的怜悯慈悲，借着圣神的相通，甲恁大家三甲伫地，到伫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读者谢文讲授切恳。